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9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昨开会，即马结果出来呀。每年算点钟的薪水1点钟对158块提悬到160块，加2块银。若食月仔的薪水，1个月薪水对23800块提悬到24000块，加200块。虽保有条悬，也毋过起的趴数是有史以来上低。由23800元调整到24000元，调升200块，调幅是0.84%。今年拄着疫情的冲击，劳动部18调开基本工资审议，规过程是真紧，早起10点举行，敢若用3点半钟就有结论。每年的基本工资月计会为23800块，起200块，变做24000，调整的幅度是0.84%。若1点钟的薪水为158块，起2块到160块，调整的幅度是1.26%。两个拢是这侪年来有调整过上少的记录。在兼顾到资方不管是营运上的一个严峻的考验，那包括也考虑到可能明年劳健保双涨，虽然是这个微幅的调整哈，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早起的审议，资方话讲，伫疫情之下，基本工资就算要起，嘛应该爱10月实施，无一定爱每年1月初1就实施。若劳方是强调讲，企业嘛得到政府额外的纾困补助，基本工资无理由袂当起，而且至少爱比照永年3%至5%的调整幅度来增加。对，要暂缓实施，就是今年要暂缓实施。年底的疫情怎么样啊？看明年到底怎么样啊？再来做决定。今年务必一定要涨，但是所谓的调涨可能是比较温和式的调涨，至少今年还是要维持3到5%的一个幅度。劳资双方一人一种立场，会议顶悬，审议委员学者代表优先跳出来提出建议的方案。你基本工资调整，他们的企业跟劳工都会直接受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200块应该是两难之下的一个可以接受的决定。劳动部嘛表示，落尾参考学者的建议，每年1点钟的薪水起2块，月计是起200块，这嘛是蔡政府自2016年上任以来连续5年调整起基本工资，月计的部分会有1558500的劳工受到影响，若算点钟的薪水是有5244300的劳工受到影响。不过，每年增加的薪水，敢会阁甲物价起价来相拄咧？劳工也是一半欢喜，一半忧愁。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疫情影响经济，也毋过咱台湾的厝边岛，亲像韩国、澳洲，每年拢会调悬薪水。真侪劳工嘛认为讲，咱台湾的薪水伤低，这个问题真严重，政府爱重视。疫情发生以来，基本工资敢爱起，劳资双方拢有意见。台湾落尾确定月薪时薪敢若淡薄调整，创史上上少起的幅度。大部分的劳工拢认为讲，台湾加薪水的问题真严重，基本工资本来就应该合理调整起价。赞成要再调涨的，基本工资调上来，其实这也是反映一个通膨的现象。台湾这10几年来的薪资其实没有说涨幅太大，那其实受苦的最后还是劳方。受到疫情的影响，日本今年暂时无调整，不过韩国、澳洲等等的国家甲台湾同款，嘛选择起价。其中澳洲是起1.75%，时薪超时薪台票402块。若是南韩，每年上加时薪超时薪台票213块，起码1.5%，起的幅度嘛是史上上低。不过根据驻韩国记者的观察，南韩总统文在寅就任了后，基本工资是一直在起价，而且一年比一年更较悬。真侪小卖店因为人事成本未堪制，转来倒店。店员的那个薪资一个月就182万韩元了，4.5万新台币耶。首尔的大学路或者是梨花女子大学这些很多店一家一家的倒。台湾人力资源的业者是认为讲，薪水起价部分的业者会将人事成本转给消费者，或者是减少请人的机会。基本工资调整袂当伤激烈，那无就会出现反效果。有时候基本工资还是会反映到这个民生必需品，还是会有这个调高，照顾到这个弱势劳工，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温和，甚至这个调幅可能减半一个折中的一个调整方案。学者表示，台湾加薪的问题是真严重，不过嘛要考虑到调整薪水了后经济正效果，因为上理想的状态，就是薪水起的幅度比物价起的幅度更较大，买的能力变强，内需的经济对好。像安尼调整薪水，国内经济才会当有正循环。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社会国家马里传出政变，作乱的阿兵哥甲因的总统、总理甲高阶军官隆重掠去。即马国际上包括非洲联盟、欧盟拢在谴责，联合国嘛赶紧召开紧急会议。阿兵哥伫咧路的指挥交通调查经过车，社会国家马里传出政变的消息，伫咧离首都巴马科15公里的军事基地卡底，18早起传出枪声。几多位高阶军官和叛乱士兵逮捕。总统的骑机和军车甲军队包围，叛军需要甲伫咧现场的总统甲总理带走，民众伫咧路的化火，虽然现场枪声拢无停，所敢若是咧庆祝嘉年华。Le Mali tout entier a été libéré aujourd'hui par une force républicaine. La population malienne le soutient de haut et en bas. Vraiment, nous sommes très très contents. Il n'y a pas l'éducation, il n'y a pas la santé, il n'y a pas la sécurité. Tout a été dit au Michi. Nous ne voulons pas écouter son peuple. C'est aujourd'hui. 民众总入去政府大楼抢劫，甚至放火破坏。现任总统凯达进前伫咧民主选举中，以77派得票率选赢，2018年连任，一直掌权到即嘛。不过因为愈来愈侪民众不满政府贪腐国内治安恶化，6月开始举行几多场的抗议，要求凯达下台。Nous sommes déjà prêts à aller là, il est là, c'est la police. Amena fanga bla. Awo sira de ga donc nous sommes déjà là parce que jamana nous sommes déjà magabi mali la fiance sama don don. Amo sira de ga jeunesse ou boleno. Les enfants ou boleno pour que anya nga signer sigil aruga bafé. Donc on est là pour défendre les intérêts de les enfants. L'avenir appartient à la jeunesse. Donc même ay bombe atomique c'est la jeunesse là. Donc on est mobilisé, on est motivé, nul ne peut nous arrêter. 马里的卡蒂军营也捌伫咧2012年发生叛乱，造成军事政变。目前也无清楚士兵叛乱的动机。有报道讲，有可能甲薪水的纠纷，或者是各界将领无在调反响有关系。对这边政变，西非的附近国家非洲联盟、法国甲欧盟拢反对叛军的行动，也警告军事政变危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叛军随无条件释放总统甲总理，讲安理会19会伫咧纽约开紧急会议。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国最近在做大水害，受害的人超过6000万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6月份就无看影，只有公开做指示，拢无亲身行脚到。昨昏伊是头一摆去安徽的看淹水的灾情。那中国即马是换四川，目前在上大雨，做大水，灾情严重。救援人员甲民众自厝内救出。四川的西南部受大水的影响，规个拢淹水，一栋厝敢若变做高度等待救援。因为水流正强，规栋建筑物拢互大水冲走。讲一个查甫人被大水卷去，看来体力强要挡袂牢啊！救援人员开20几分钟才甲人救起来。伫成都一个受病医规间拢被大水淹去。工作人员甲一群猫狗拢被救的树林船。虽然真侪所在做大水，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6个星期到即马，只敢发出公开指示，唔捌出面。这杯伊第一遍到安徽考察灾后情形，也是半个月来第一遍公开活动。所以外界又讲，应该是一年一遍的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官方的数字显示，到8月13，总共有219人失踪或者是死亡，有6340万人受大水影响。不过大雨也未停，长江第5号洪水17伫咧顶楼正式形成，会以1秒钟700立方公尺的流量通过三峡大坝创下纪录。长江顶楼的支流、闽江、桃江、嘉陵江等真侪河流也拢做大水。有高地19，长江干潮大水水位会超过保证水位4公尺到5公尺，而且西南江汉等所在依然有大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已经派救援团队到重庆、四川等所在戒备。记者综合报道。天头兔啊，8点33分，台南发生规模4.5的地震，上大震度伫台南甲嘉义有3级。接来，咱来关心风台。今年第7号的轻度风台无花果，今仔日中昼会伫中国的广东登陆，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咱来看分图。第7号的风台走去中国啊！那即马咱来说日菲律宾东南边的低压，按算伫咧即个拜6礼拜会回过咱台湾东边，往日本甲南韩去。虽然无一定会变风台，也毋过会影响咱台湾的
的天气，互咱天气变作较无稳定。若今仔日的天气，伫东南部有阵雨，过昼了后，西半部各地山区有西北风，中南部是爱细雨上大雨。温度的方面，高温是32度到35度，桃园以北、金门高温有36度以上。地球发烧啊！全世界各地拢测到新冠的高温记录。日本已经连续高温，成功的冰箱创下高温41度4。东京对8月份开始，已经有79个人因为着沙死亡。若美国的加州搁较热，是测到54度4的高温。日头是真炎，伫咧车路还阁会当看到涂骹的烧气。美国国家气象局17公布，顶礼拜6礼拜，伫咧加州南部的沙漠地区，四国国家公园测到摄氏54度4的高温，是1913年了后，伫咧四国绿地牧场测到56度7了后的上关纪录。 We would not be seeing these record temperatures or any of the unprecedented extreme weather events we've been seeing around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if it were not for our warming of the planet due to fossil fuel burning and other activities that are in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se warming greenhouse gases. 这个高温的记录是伫咧加州、甲内华达州的火炉溪游客中心自动气象观测站测到的。世界气象组织会检查这个数据敢是有效的，因为受到热浪的影响，加州的用电量嘛直透增加。互主要的电力公司14因为系统袂堪值、伤烧，所以发出警报，呼吁居民爱准则用电以外，伫咧当地暗时6点，嘛宣布用电进入紧急状态。为14开始，实施分区轮流停电，影响几十万的家庭用电。因若这嘛是从2001年以来头一届分区停电。 But if we simply stop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e planet doesn't really cool off. We'll need to actively remove these greenhouse gases from the atmosphere, either by growing more forests or capturing the carbon dioxide in an industrial facility and pumping it into storage reservoirs underground. 亚洲的日本嘛，因为高气压甲火烧风的影响，互东海地区甲日本西半部出现真热的高温。前讲滨乡市还阁测到41度1的高温，创下当地的历史新高。因若东京从8月份了后，就小连续传出有民众着沙死亡的消息。到17为止，已经有79个人因为着沙死亡，其中有8成拢是70岁以上的老大人，还阁包括一个101岁的人瑞。 另外，伫咧厝内因为无开冷气热死的民众嘛袂少，加上暗时的温度超过25度的时阵是哪来哪长。当局呼吁民众，无论是伫咧室内还是室外，拢爱会记咧补充水分，嘛爱尽量踮伫咧温度较舒适的空间，避免着沙。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湖日报》。 经济部正式预告讲，要实施爱基价条款，禁止台湾厂商代理经销中国 OTT 的服务。预告期有14天，9月初3要正式公告实施。主管机关 NCC 即马是表示讲，违法的代理商上悬会罚500万，而且会连续处罚。来看《中国时报》，美国的司法部是宣布讲，香港出事今年67岁，前美国 CIA 的官员马玉清。 洪指控甲伊共款伫 CIA 做事的亲情，2个人拢咧替中国做间谍，甲美国的证书卖互中国已经卖10档啊！伊即马互美国掠去，若是定罪，爱互关1世人。来看联合报，国发会公布上新2020年到2070年台湾人口的推估，台湾的总人口倒救即马速度会比2018年这个报告提早2档。 若5年后，2005年，咱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占2成，所以台湾会成做超高龄的社会。咱国内昨昏新增加一个对境外带病入来案例，是一个60多岁台湾人，伊长期伫菲律宾食头路，8月12登来台湾，伫机场采检是阴性的，抑过昨昏确诊。若有一个对美国登来10多岁的少年囡仔，居家检疫期间拢无症头，毋过中华县政府卫生局为着要家己扩大体检，全验出病毒。到底安尼敢有下定数？指挥官陈时中即马要求政府单位去调查。 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个案，是一个60多岁长期伫咧菲律宾做工课的男性。伊的太太伫咧8月初2的时阵出现发烧的症状，要伫咧菲律宾当地就医采检，结果是阴性。翁仔某2个人伫咧12登来台湾，翁婿入境的时阵无症状，嘛是阴性。伫咧机场采检了后，就送去集中检疫所来隔离检疫，一直到14、15小连续出现发烧的情形，才来安排就医采检。伫咧18确诊，目前住院隔离治疗。
其实他妻子后来在入境之后就采检了多次，其实也都阴性啊。不过个案反而是在12号在机场采检的时候那时候是没有症状，那采检是阴性。但是14号、15号反复出现发烧之后，15号就再去采检那在今天确诊了。目前指挥中心已经将把个案接触者总共29个人，包括做回回国的1个人，个案的太太也个共班机前后2排座位的旅客总共17人，拢做在做居家隔离的对象。若是拜一新增加一个到美国移入的，在外回台湾籍的少年，登记了接受居家检疫，到达无症状，毋过地方卫生单位说，伫伊居家检疫的第10天向采检确诊，是安怎无症状也是要采检，有采检的时间敢是有符合规定？指挥官陈时中下令政府单位来进行调查。只要了解说还没有其他的人也有接受这样的一个采检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调查。尊重中央防疫中心的做法，然后我还是会以县民的健康为主，我们就今后正风调查。根据指挥中心即卖规定，若毋是确诊者的亲密接触者，若是无症状，就无符合采检的资格。指挥中心想要查清楚，敢是有其他类似的个案去互采检。若是中华关卫生局敢若表示，迄当阵的定数无问题，嘛尊重中央指挥中心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200万例，死亡人数有77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486例。中国的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有4000多例，日本已经超过5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565万例，巴西超过335万例，印度超过270万例。还有最近疫情变较严重的秘鲁是有54万例。欧洲国家西班牙超过38万例，英国超过32万例。镜头来南韩的教会阁惹出群组感染。南韩政府即马要求几个所在教会已经袂使集会，敢若会使用网络。即马包括夜店、自助餐厅等12个高风险的所在嘛袂使做生意。日本的疫情嘛阁咧行，Okinawa还有大阪重症病例一直增加，医疗体系即马在担惊步。据发生教会群组感染的南韩，10月新增加246例确诊个案，其中235例是社区感染。总理丁世军昨第4遍就防控疫情对国民发表谈话，自19开始禁止首都圈教会举行集会，12个高风险场所暂停营业。 노래연습장, 부페, PC방 등 12종의 고위험 시설과 실내 국공립시설의 운영도 중단합니다. 특히 수도권 소재 교회에 대해서는 비대면 예배만 허용하고 그 외의 모임과 활동은 금지됩니다. 自今仔日开始，室内聚集人数要伫50人以下，户外聚集人数不当超过100人。所谓官兵禁止休假2礼拜。南韩卫生部强调，这礼拜将会是疫情是毋是扩大到全国的关键。另外，伫日本疫情正严重的Okinawa，医疗资源正严，病床的使用率到93.2%。日本中央政府会提供医疗资源，若有需要会派自卫队的医官过去。台北的重症病人也增加到70位，加重当地医疗负担。伫最近会举行对接会议。伫发生大爆炸了的黎巴嫩，17国增加超过450例确诊病人。 超过一半医疗机构拢无法度运作，因为除了疫情以外，大爆炸造成至少177人死亡，超过6500人轻重伤送医治疗。السنة كانت بقلب صالون البيت، يعني ما تبعد مترين عن الشباك اللي بقلب الصالون. لما طلع الانفجار اما دوري كبت حالها عليه وحطتها بحضنها انه على اساس انه هي حمتها. 受伤人真多，造成黎巴嫩公输入病的用量拢已经变满。 也和黎巴嫩的医疗体系拄到正大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那欧洲国家真侪所在拢是疫情稳定了后，就放零防疫措施，结果一放零，病毒随炭翻头。所以即阵西班牙、希腊甲意大利嘛，阁开始限制店头做生意，而且公共场所嘛爱强制挂喙罨，有店头但倒大做袂落去，规气收起来。 这
是披头士乐团伫1962年伫利物浦洞穴俱乐部现场演唱的珍贵镜头，并顶悬的牌仔写这摇滚天团，短短2年时间，伫这所在演出超过290场，被称是披头士起家流行音乐圣地。另外，亲像滚石乐团、艾尔顿强、史蒂夫·旺达这大明星，拢捌伫遮表演。不过，这由于挡袂住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英国传出洞穴俱乐部要停止营业。It's been very difficult. It's we're no different than anybody really within this sector, but really it was like the rug was pulled from under our feet overnight. 5路场所被迫关起，也个意大利甲西班牙。意大利单日新增加确诊病例，虽然比其他欧洲国家较低，不过卫生单位发现，为着新冠病毒患者年岁中位数已经降低到40岁以下，显示补贴夜店这种少年人群聚场所也加强管制。西班牙疫情就较严重，单日新增加确诊人数为7月中超过1000人以来，都一直升悬。顶一周末的8月15，就有6700多人。除了夜店这5路场所强制停业，民众伫户外食薰也爱保持2公尺以上距离。当然，官方公布确诊人数甲死亡病例上侪也是美国。5月虽然有转好，不过马上又增加真济。疫情除了正做大选年的热门话题，也是国际学校是不是重新开放的争论焦点。All right, then let's get started. Welcome everybody. 有几啊百位的大教授，坐伫为学生无几个。全球理工科排名第9的乔治亚理工学院，甲真济学校拢以线顶教学，避免疫情中断课程进度。不过，不少老师甲学生议员感觉，唔是所有的教学拢能用网络来取代。Even when you do online very well, it's still not. I don't think it's the perfect substitute for what can take place when you actually have physical presence. 美国真济所在疫情依然真严重，超过30周的确诊率超过5%。伫部分地方政府甲学校准备重新开放的同时，有学校职员团体就发起校园示威，抗议有关当局无重视疫情的严重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财政部进前宣布要制裁11个中国甲香港的官员，嘛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林郑月娥讲，伊最近咧用信用卡确实有无啥方便，不过影响无大。不过伊嘛讲，美国这款制裁伊感觉无合理，所以伊要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港版国安法受国际批评，美国财政部阁宣布对帮助推行港版国安法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11名中港官员实施经济制裁。林郑最近接受专访时第一摆透露，制裁确实带来一寡无方便，亲像伫使用美国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甲信用卡时，都受到限制。Use of credit cards will be sort of hampered and so on, but those are really meaningless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e feel honourable that we are at this historic moment being trusted by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伊批评制裁官员行动是川普政府维护美方利益的手段，佮强调家己未被惊倒。则被香港行政会议复会，林郑受访时佮强调，伊受到制裁不要紧，不过美国对香港制裁甲管制完全不合理，会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申诉。伊佮形容国安法有正气，是触发犯罪法治武器。呢個國安法係愛嚟即係警惡懲奸嘅，因為佢又既有即係防範，又有制止，又有懲治嘅功能。咁所以即係將國安法同武器化擺埋一齊咧，我就真係難以理解。講到最近疫情狀況已認為確診數無下降現象，而且有4成病例感染源無清楚，香港仍然存在爆發社區感染的風險。港府也宣布暗頓為用禁令甲2人限聚令，佫延長1禮拜到2個。錄得36宗確診個案啦，咁其中有1宗係輸入性個案。因為疫情衝擊香港經濟，林鄭宣布受疫情衝擊嘅行業要推出第3輪防疫抗疫基金提供援助。記者綜合報道。今日國際上還有什麼大代誌？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嘅加州天氣燒熱，已經連續4天熱翕翕，電嘛無夠用。加州嘅電力系統管理局對今日開始要控制用電，特區愛輪流停電，會影響幾啊百萬戶家庭。泰國爆發連續6年
最近6年来上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呼吁解散国会、修改宪法、改革公社。香港的民主人士甲台湾的学生嘛，拢有斗支持。因为泰国、香港甲台湾这三个所在拢真介意啉内地，所以嘛合作民主内地联盟。美国罗斯反政府的抗争即马也伫滚价，因的总统卢卡申科用暴力镇压，后边讲要制裁白俄罗斯。不过即马俄罗斯的总统普廷是警告德国甲法国唔好插手白俄罗斯的代志。镜头转来讲来，陈其迈选调高雄市长，后礼拜1、8月24要正式上任。外界关心伊小内阁的名单，陈其迈是表示讲，今日也开始去找找，会先去问对方的意愿。徛伫咧车顶，高雄市长当选人陈其迈，伫咧伊摕到88趴得票落来内门区三平里做最后一天的谢票。陈其迈除了无用伫咧谢票以外，延续选战的风格。决定伫咧后礼拜1、8月24上任，也就是中选会正式公告市长当选人的3天后，因为安尼市府小内阁人事的问题，嘛爱赶紧处理。明天开始来好好的来全盘做一个对高雄最好的发展。在24号就职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人选都能够全数到位，立刻上工。陈其迈强调讲，会以4大优先来选人才以外，嘛会要求副市长负责处理重大的交通建设。也若有30多年工程背景的现任代理市长杨明洲，外口传讲伊嘛有可能是副市长的人选之一。杨明洲早起召开最后一届的市政会议，嘛甲市府团队做伙翕相做纪念，无要讲家己未来的代志。公务人员不管是在哪一个职务或者是哪一个职位。对于市政的推动，对于市民有帮助的，我觉得任何一个职务、任何一个职位都是有帮助的。迄若市长官舍已经用伫遐一段时间，陈其迈讲，处理的人口真简单，也是会以做赢的因的徛家为主。官舍目前会提供予非政府组织 NGO 来使用。如果是要照顾弱势者比如说像我们身障的行动不便的团体。那无障碍设施不只是现在这样，可能还要更细腻的一些设施台湾无障碍协会理事长表示，韩国瑜担任市长的时阵，嘛讲官舍要做社服来使用，不过落尾煞无影无只。若是新的市长有想要搁甲官舍让予 NGO 团体来使用，伊是真欢迎。不过除了爱对无共团体的需求来做改善以外，嘛希望市府爱赶紧定出办法，互相关有意愿的团体会当有直接甲联络的单位。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这边，高雄市长补选宣誓了后，国民党已经启动人事改革，9月初6嘛要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后一步，国民党按算推动公投北大选。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嘛讲，跋倒无要紧，爬起来继续战。人民做主，还我公投。话口号，国民党要推动公投北大选的公投案。担任公投领导人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签第一份联署书，希望公投案明年8月应通过，恢复公投北大选。这是江启臣高雄市长补选败选了后第一个公开行程，因为连续伫高雄市的2场选举失利，国民党士气真低，也让江启臣的名声更受到挑战。跌倒了没有关系，爬起来，重新调整脚步。继续战斗，因为我们是在野党，国民党在此时此刻是不会让人家见缝插针的。败选检讨第一步调整人事，各将前组发挥主委李泰华找回来。不过对基层的期待来讲，好亲像甲高层也有真大挖合空间。我们低层的声音高层好像听不到太清楚，应该要多多倾听我们的低层这个心声呐。其实我觉得江主席是有想要改革的那种，但是我觉得高层的这个阻力我觉得还是比较大。国民党发出爱改革，不过内部有阻力，外部也复杂的两岸议题。副秘书长李干秀接受电台专访时指出，无中华民国宪法都无九二共识，而且爱杜绝中间人的印象。党公职赴大陆交流的相关的规范准则，我们要把它定出来。是吗？你们就是要调整那个买办印象嘛？杜绝买办印象。你们的中常委很值钱在中国。所以我们现在要让中常委的结构
做一些调整。我没有办法说100%，但是我们希望透过一些规范来去做要求。江启臣为3月接党主席以来积极改革，要伫9月初6的全大会提出未来新的方向。不过，即马传出已经一堆败选的检讨案，要等你考验江启臣。记者综合报道。那瓜文铁带头的民众党高雄市长补选输忝忝，5日前的竞选总干事民众党的立委蔡碧如要施党籍，嘛风声讲民众党即马内部在相斗，有人建议瓜文铁的牵手陈培基出来做真正领袖，整合后援会。民众党第一摆投入市长选举，甲亲民党高雄市议员吴益政合作，不过表现不如预期，只得到38960票，得票率不到3%。民众党首战参拜收场，党内检讨声音真多。5前竞选总干事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已经向党主席郭文泰请示组织部接起任职务。要找战犯，当然就是总干事啦。他只有点点头说，我想是这样的，责任政治，你知道还是选战要有怒责嘛，找出问题改进是需要的，但是不要每次我是非常反对那个少女屋的做法。郭文泰强调，家己者应该负起全责，党内会做好反省改进。民众党不止外部选举失利，基本盘不如哪里两党，内部也充满挑战，都出现人数不够，差点无法度开党员大会进行。高党内传出派系纷争真多，连支持者内部拢出现矛盾。传出郭文泰建议太太陈佩琪担任精神领袖，统整支持者后援会。那个柯粉最近因为阵容越来越庞大。然后他们很希望说，柯市长下去跟他们会面的时候，能够带着我一起跟他们吃饭。大家这么喜欢表达意见，你知道？我跟陈佩琪说，你小儿科比较有耐性，的，要不要请听大家的意见？是不是要选市议员？陈佩琪无愿意加讲，郭文泰也无承认。不过民进党经过补选惨败，面对下一名气挑战，2022六都选举甚至2024的总统大选，民进党下一步爱安怎行？如何重新布局？外界拢在看。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花莲市上址路昨半暝1楼查起的厝发生火烧，一摆烧3户，有7个人随走出来，也毋过有风声讲1个人掉伫内底。火拍花了后，消防人员入去清理火场，并无吹到。花莲的消防局出动30多人去拍火，有7个人伫第一时间就走出来无着伤。火烧点外钟才拍花，导火的原因即马爱搁调查，因为传出有1个人掉伫内底，也毋过消防人员找无，目前家属甲警方等在找找。新北市金山区公所负责经营面册的小编陈家伟，若亲像过路雄过身去，即马有3个监察委员按算主动调查这件代志。金山区公所药品局人员陈家伟凌晨挂满政治人物甲各界送来回拿甲挽联，小编之事受社会高度关注。依旧29岁身兼网络小编甲新闻联络人，是不是因为无日无眠工作过劳雄死亡？3名监察委员申请主动调查，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尊重。每一个事件都是一定要透明公开，接受大家检验，我也尊重。任何人都可以来了解这个案子。公开透明公开，不过到目前有关无法度掌握陈家伟生前确实的工时偌长。新北市府甲金山区公所拢强调，所有资料拢已经封存，会配合调查。我们现在就配合市府那边来做调查。他到底有没有所谓过劳工作或者是超时在工作啊？我们都先配合调查。3名监察委员主动调查的方向，有陈家伟每个月加班有780点钟，是不是合理？首长是不是伫个唔是上班时间指派任务？律师指出，伫一般劳工案例应看到，若是等于了后，头家透过通讯软体指派工作，劳工应提出指派时间甲完工的时间才证据，要认定是工时会成功。不过劳工执行案当主管加班，认定就较麻烦。要遏制这样的行为啊！其实行政机关或法官，就应该采比较宽容的，从指示工作到工作完成，都推定是工作时间。雇主如果他自己觉得难以推翻，那他自己就避免这样的行为嘛。
单单为市政府机关药品顾人员无适用劳基法，无亲像劳工有加班工时上限爱7休日，要如何认定伊的工时是毋是就是互伊过劳影响死亡原因？新北市府嘛表示会由府内外人士组成调查小组，不过伊的朋友烦恼有救援兼裁判的问题，希望市府应互亲友信任的代表进入小组参加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中国今仔日通报因家17个境外带病入去的案例，那其中有一个是对台湾过去的，伊是来台湾探亲的上海人，一个中国人登去中国了后，互验出病毒。其他消息来关心，食药署已经批准咱国光生技带条件进行武汉肺炎预防效的人体试验，上紧后礼拜就要开始。新冠肺炎疫情要继续伫咧滚价，全球急要爱用疫苗。食药署证实，顶日召开新冠肺炎疫苗临床试验审查专家会议当中，决议有条件审核国光生技公司进行新冠疫苗的第一期临床试验的计划。国光生技已经审核60个健康的受试者，等相关的数据完成上架了后，就会当正式执行。就由第一期的研究去了解它的安全性跟免疫原性哈，那它是不是适用在人体？第二期试验要看第一期试验的结果，去设计这个试验规划以及它的人数。食药署表示，为了加速国内疫苗的研发，每一礼拜拢甲国内3间大厂开会，针对国光生技提出的申请，已经审查试验的计划符合第一期安全法规，疫苗敢是有效，还阁要等初步的试验结果，才阁评估安怎执行第2期。感染科的医师讲，照目前基层的评估，疫苗要上市，至少要到明年3月份以后。第3期的人体试验呢，你大概感染者呢至少要上千个，就有上千个人被感染，另外有上千个人不被感染，做对照组来比较呢，你才知道这个疫苗是不是真的有效。那你如果想知道打了这个疫苗会不会让病更严重呢？你人数还要更多。医师分析。疫苗伫咧进入第3期人体试验的时阵，除了健康受试者以外，还阁爱千外的感染者受测试。到时若是台湾的病例数无够，就有可能爱去外国做。这瓶产品还阁有真侪挑战。若迄当阵外国的疫苗已经上市，全球一定会抢咧买，数量百面会无够，所以提醒民众都爱积极落实日常的防疫，才会当度过无疫苗通用的时期。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华职棒昨昏是决议讲，为着防疫，同款无要开放客队的球迷入去看比赛，而且规定讲，若准球员伫球场配喙烂，抓着一摆罚500。大声喊加油，享受比赛。同时，这个赛季开放入场的人数，为拄开始1000人到目前7成的座位，是有大幅度的增加。不过，因应疫情的改变，领队会议18决议。包括比赛期间，工作人员爱严格执行挂喙罨，啦啦队表演的时阵唔免挂，不过竞赛的时阵爱挂，还佫有暂时无要开放客队的球迷来応援。看到整个疫情其实又上升了，所以大家很快就有一个共识，就是说那还是一样维持现状。另外，因为下半季也是采实验制，爱用较侪时间入场，所以会中决议联赛安排伫咧补赛周，休困日无安排相定赛。也若针对球员，嘛会严格执行，若是配喙烂的人，为这礼拜开始，防检举违规，一届是罚500块。我们其实从3月开赛之后就一直在发了啦。那如果要算总量的话，那可能超过一个人有几个，其实固定都有要发签到3次以上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直接这个礼拜开始，其实就是如果拍到就是罚500块。针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8大场所一定要挂喙罨。中华职棒强调讲，这个指示是针对室内场所甲室内活动，目前也是按应变计划咧执行。重点也是伫球迷离开座位、行线的时阵爱挂喙罨，也佫有爱安怎落实接洗手。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旧历7月初1啦，中原普渡有理长想要招学校来办，说招无，结果去拜托议员出来讲。即马台北市的教育局是讲，要招唔招，爱尊重学校意愿。旧历7月是中原普渡的民俗活动，台北市天保的里长过去拢会向附近的树洞国小来招拿球场搭布棚办中原普渡。毋过校方今年以袂使帮助特定宗教团体宣传做理由，拒绝里长申请，引起里长不满。我们的普渡不是民俗活动吗？我们7月份就是台湾人会有7月普渡啊。学校租借办法里面是说，你不要违反善良风俗或违反法律的话，是都可以租借的啊。
里长是去普今日当临时找其他的空间来办活动。若是根据台北市议会民委会去年12月初5做出来的决议，为着要维护学校的清洁甲学生的受教权，并且叫甲区公所袂当协助借用学校的场地来办中原普渡的相关活动。里长表示，问过民政局得到的回应是，并无限制学校今次要出借场地。机关所指出，教育局的督校伫咧台北市校长群组发布讲，学校袂当替特定的信用来做宣传活动，也就是宗教袂当进入学校，建议普渡利用细条车路来办。希望公示教育局甲民政局互相提责任。针对这一次的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已经没有意见了。你让校长为难嘛？校长他今天夹在你教育局、民政局还有这个里长之间。教育基本法第6条就规定，校园是中立的，不宜让政治、宗教等进入校园。已经跟邻里之间有比较好的默契，本来以往也都有借用，原则上教育局是没有反对。教育局是回应讲，无明文规定禁止学校出借场地来做普渡使用，尊重学校的做法。议员嘛要求教育局、民政局甲地方里长、校长还有家长来充分沟通，针对学校开放的项目甲方式进行全面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中兴大学甲农试所即马要经市长台湾菜子，台湾的市长菜子送去日本参加太空计划，在菜子会送去外太空，再搁送回来地球前，看有啥物款变化。一粒一粒台湾红梨种子，还有已经杀菌过的日头花，甲粉红乌蝶兰的种子，接落来伊要去一座太空旅行。粉红乌蝶兰、台湾红梨、日头花甲番茄4种食物的种子，会头一届送上太空。就是希望亚洲这些国家可以选定一些种子，单去太空做一下，放在太空旅行，然后看看太空的环境包括无重力，包括一些辐射，会不会造成种子的一些影响。今年10月，美国会用无人航空器把这种子送去国际太空站，会伫太空站内底的日本起步实验室内底，放4个月了后，再搁送倒来地球。研究团队希望了解讲，种子经过微动力、甲高辐射等外太空环境的影响了后，搁炸倒来地球前，而且甲其他同款的食物来比较，看敢是会产生无同款的变化。它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微重力，那以及高辐射。我们的植物生长的发育都会受到我们重力的影响，而会有所差异。那高的辐射，它其实对于基因的突变是会有影响的。这届活动是台湾的种子头一届去入太空，参加日本一个免费科学计划，合作太空种子亚洲未来来研究太空的环境对食物的影响。目前已经有9个国家16种食物的种子要做伙送去入太空。也若台湾选的种子有台湾红梨10公克、粉红乌蝶兰1公克、日头花20公克、番茄16公克。台湾研究团队希望会当了解太空环境对种子改变的可能性，嘛希望未来会当鼓励学生参与太空的热情。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囡仔的册屋创办人陈俊龙，就是囡仔咧叫的陈爸，去年过身。伊在生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带囡仔去熟悉台湾，所以伊的接班人嘛决定要接落做，带囡仔去爬山，认捌台湾。10月1早，囡仔册屋7名高中生由老师甲登山向导带伫台东治本林道向山向大地祈福，准备带创办人陈爸爸熟悉台湾3部曲最后的遗愿，用中央山脉大小鬼湖出发。大小鬼湖伫中央山脉大东关甲屏东关交界原始森林，海拔有2000多公尺，山路充满挑战。这任务也符合囡仔册屋创办人陈爸爸希望辅助弱势囡仔用自立自强接受考验，充满自信的初衷。我们为了这次的活动准备了好几个月，成就感吧，可以挑战自己。囡仔册屋为10年前就规划要予囡仔熟悉家己、熟悉台湾。陈爸爸设计插口船、脚踏车甲登山环岛台湾3部曲，接受辅助囡仔培养自信、迎接未来课程。目前已经完成插口船甲脚踏车。不过去年陈爸爸雄雄过身，接班人要完成伊的遗愿，继续带囡仔迎接挑战。其实这一趟难度很高，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可以，他们只要走回来，一定是他们人生很重要的养分。伊表示，陈爸爸过去用过一个生命点导册屋囡仔成长的路，未来会善用各界资源，用集体力量，带弱势囡仔伫成长的路上建立自信，也希望社会各界能继续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垦丁有长水教练伫海底发现
2只正罕看的乌斑鲨无人叫鲨条这款鲨鱼。专家是讲，这个所在本地就有，只是环境互破坏，所以才会愈来愈少看到。唱水教练因红小嫂啊落水训练，就伫伊唱到25公尺的所在，想要休困一下，雄雄发现一个真大乌影，有压迫感觉出现伫身躯边。唱水教练上细细看是一尾大鲨鱼。水下的能见度也非常的差，就是一定要非常近才看得清楚。所以当那个黑影游很近的时候，我才发现是鲨鱼。最近的时候大概有游到真的是大概1.5公尺左右，就是你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得到它。唱水教练意外甲鲨鱼斗阵15分钟。专家指出，珊瑚大鲨鱼专门食小型的鱼类，未主动攻击大型的动物。发现这尾鲨鱼不只是无攻击性，也佫是罕见的乌边奇珍鲨。有朴实的身体，身长延到2.6公尺。以台湾来讲，分布伫东北部甲澎湖沿岸，因为是属于非保育类，渔民会掠来卖，数量即嘛是愈来愈少，是属于濒危的动物。以前有过度捕捞或者环境的那个过度开发这一类的呢，让鲨鱼不再靠近。我们台湾垦丁区的鲨鱼已经非常少了。你看国外那个潜水的地方，那个珊瑚礁潜水的地方，绝大部分你只要下水之后，鲨鱼在你身边。专家表示，恒春半岛的海域这几年来受环境开发甲污染影响，鲨鱼也变甲真罕见，对生态并不是好代志。伊认为一个健康的生态是需要食物链顶悬的掠食者，才袂互部分物种过量，致使生态失衡。记者综合报道。科技的进步已经有华语的语音系统，那台语咧，即马有一间科技公司嘛有做一款台语的语音系统，是虾米款的 APP？ 台语文刊榜报你知。公共电视台台语台有意思。甲这个 LINE 的 APP 点好开，试录音，开始讲台语，免5秒，系统就发图辨识录音的内容，随显示罗马拼音和台文汉语。若袂晓讲台语，拍华语的字句，系统也会当用台语讲互你听。我食饱。设计这套类似台语版 Google 小姐台语语音辨识系统的团队，共达3个人，其中带头的是今年才30的施成宏。伊对交通大学资工系毕业，原底台语一句话拢袂晓讲，因为伫咧学校受到客语学院的刺激，转下定决心要把家己的母语找回来，用家己的专长写程式、说台文。我就是有去上语言所的课，有去中间伊做研究助理，语音的物件嘛，台语的物件。这个技巧就是文化部用文化部的补助来用买新闻、广播、连续剧，互电脑来听来学，加起来差不多200点钟左右。施成宏讲，建立语音合成和语音辨识系统，要收取大量的台语思虑和录音档案，再搁先互电脑学台语，训练伊的翻译能力。听拍台语文的过程，团队的成员也拄到一寡真好克服的问题。较常拄到是讲迄个虚词，像讲会记字，但是其实伊虽然拍会记字 TSIT， 但事实上可能对方已经念做会记字啦，伊已经变啦，伊已经音变，伊就是自然会带过来，迄有规律性的。阮就由原照书写的关系去书写，民间足侪套系统，所以阮有当看咧想讲，伊真若对着教育部罗马字大开始写啥物。那上好就是有时嘛是会超影片啦。一摆拍足长的，拍几句嘛会使，像安尼。免拍台语的声调，而且会当直直拍，免长句，系统也会晓自动记忆，甲拍过的人名、甲外来词拢记起来。团队笑讲，这套上新研发的台文拍字系统，经过伫咧教育部台湾别人语拍字系统的基础顶悬，会当讲是伊的升级版。是真正是欢喜，毋但是讲公司。这是公司的产品，所以欢喜是讲哦，原来做这物件是真正有人需要。就是台文是一个，即马佫算是无介济人知影，无介济人接受的物件，但是就是看到讲哦，大概是足需要，足希望有一个台文的软体让用，对，感觉足欢喜。3个人的科技公司上少年的工程师，今年才23，拢因为对这片土地语文有感情，家己学，也望未来会当继续得到文化部的补助，而且找到企业合作，缩短时间，自动听拍台语的语音辨识系统，拓展台语 AI 的发展和使用率。记者阿明、金林、昆明综合报道。
葡萄牙总统顶礼拜去海波度假，听到海面上有人在喊救命，伊遂跳落水去救人。伊今年已经食到71岁啊，骹手也是真溜咧，因为伊之前是游水的冠军的选手。互大家即马学了讲哦，这个总统真正有够用。有一个人伫咧海中用自由式速度真紧，要收起一台变过去的树林船。这个画面2天前伫咧葡萄牙引起大家讨论，因为收起船边要救人的是已经71岁总统德索莎。总统救人的代志发生伫咧顶礼拜六。BBC 报道，迄当阵德索莎伫咧南部的阿尔加维海波度假，替受疫情影响的观光产业推销。结果伫咧接受访问时阵，看到海中一只船变过去。随跳下海受过机要救人，2位少年女性等待救援，一个查甫人骑水上奥多拜去救，德索莎也受过去斗相共。E na direção destas praias. Esta iriam em direção à outra. Viraram-se e engoliram muita água e não eram capazes nem de virar, nem de subir para lá, nem de nadar pela força da corrente. Portanto, foi possível empurrá-las, evitando a corrente estava muito forte. 船冰正了，由水上奥多拜游转去岸边。德索莎甲所有人拢平安转到岸边。其实德索莎真熬受水，也捌参加比赛摕过冠军。不过已经70几岁啊，骹手搁加扭咧，好像侪人俄罗总统是老空间。德索莎本来就真亲民，常常私底下甲民众伫咧开讲，这边海中救人的代志，互大家对伊更加学络。记者综合报道。市场物要互兽医看，伫都市是真利便。毋过伫阿根廷巴拉那河的溪边有住6000多人，因的猫仔狗仔若破病，全靠一个兽医师来照总。船仔慢慢挖进码头，卢医生佩鲁索互破病狗仔往那甲主人开讲，了解狗仔症状，往那开始治疗。Sí, es la primera lancha veterinaria que hay. Sí. Al menos que viene rápido y que atiende a los clientes y atiende muy bien. 南美洲第2大河的巴拿纳河，因为超过350条河川汇流成一道河网，将陆地切割成大大小小岛屿。其中，伫阿根廷东北部的蒂格雷市有一块巴拿纳沙角洲，因为新冠病毒封城，影响观光甲交通。住伫遮的6000位居民。伫疫情期间，卡苏纳破病，都爱坐船啊，渡过溪流甲运河，到30分钟路程以外市中心看医生。不过，若是动物，只好靠兽医来治疗。Y se nos complica un poco por el tema de las lanchas, que tenemos menos servicios. Antes teníamos servicios prolongados, pero ahora tenemos horarios reducidos y aparte que las lanchas vienen muy llenas. 27岁佩鲁索是巴拿马三角洲唯一的兽医，过去伊借渡轮往来各个小岛看诊，后来欠钱买树林船，最后进一步买小型的游艇，成做名副其实的水上行动兽医。Y poder llevar mi microscopio, el ecógrafo y poder acomodarlo como si fuera una veterinaria, pero sobre el agua. 因为疫情游玩真严重，互佩鲁索对破病宠物唔敢放轻松。伊对宠物的照闻甲耐心，非常受到这主人的欢迎，也互这特殊的水上兽医，成做当地人文独特风景。记者综合报道。那厄瓜多加拉巴哥群岛是宣布讲，当地发现30种新的物种，赶紧来看卖。这是厄瓜多加拉巴哥群岛海洋保护区当中发现的新海洋生态系，内底有几啊个珊瑚甲海绵的聚落，发现30种新的无量骨的动物，有10种滴珊瑚，4种北方珊瑚，1种喙青，11种海绵，还有4种混合做巨龙虾的新甲壳类的动物。这项消息由加拉巴哥国家公园杂志对外公布，相关的消息已经刊登伫咧国际期刊科学报告当中。Ahora, con este descubrimiento de 30 nuevas especies para la ciencia, reafirmamos la importancia de conservar las áreas marinas protegidas.
科学家是伫2015年伫非政府组织查尔斯·达尔文基金会赞助之下，组深海探勘队以高科技潜水遥控车伫迄个区域海底深度290公尺到3373公尺之间咧超吹。基金会嘛发声明表示，即届发现包括热带东太平洋真有名的巨大冷酸湖、新属的玻璃海绵，也有结合真侪物种的多彩海鲜。Entregar 30 nuevas especies marinas al mundo es sin duda un valor muy importante en el ámbito de conservación. Galápagos cuenta con una reserva marina de 138.000 kilómetros cuadrados. La investigación en esta área protegida ha sido intensa, sin embargo, hay muchos ecosistemas que no han sido explorados. 探勘队嘛是头一届伫咧群岛北平等等的区域做海底的任务，这个鲨鱼数量是世界第一的。加拉巴哥群岛伫咧厄瓜多西边1000公里，有全世界数量上侪动物物种。不过伊的海洋生态系是真脆弱。专家表示，设立保护区会当避免人类活动入侵，可比深海挖矿、掠鱼啊等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秘书。虽然上班的时阵我拢穿黑的、甲白较济，不过我较介意迄花巴里鸟的啦。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色字。色字汉字写作色字，罗马字写作思义色多义字，色第4条，字第7条。台语咧讲色字有2款构词方式，一款是伊本身是色字的名，像红的、黄的、青、空的、土的，这款构词方式袂伫色字的名后壁加色迄字，像红的袂讲红色。一款是摕物件的色字来做色字的名，亲像柑仔色。桥仔色、咖啡色、土色、鸟鼠色，拢会伫后壁加一个色，互人知影是咧讲色字。台语的语词内底有袂少拢甲色字有关系，像手骨弄甲乌青、好食的红菇粿，咧讲人生做坏恶、恐怖的青面獠牙等等。若是动物是物的名，有色字的搁较侪。动物像白灵狮、乌面腊杯、青猪仔。食物有黄豆、红芪、白木耳等等。俗语讲红水乌大斑，是咧形容人对色字的感受，感觉红的较水，乌的较大斑。较高贵，这句俗语有当时啊，嘛会当用伫学老人的清采，好看有气质。搁有一句俗语讲：白白布，染甲乌，
本来是白布，硬互人捏做乌的。这就亲像即阵伫网络足侪假的消息，互人一直传到尾啊，哪像真的共款，是一款雕工甲人伤害、害人防冤枉的行为。溜、色滴、红的、柑仔色、黄的、青的、孔的、橘仔色、红水乌大斑、白布捏到乌。落尾，我要讲一个味菜，互大家要看卖。红关公、白老鳖、乌张飞走去味，互你要一款果子是啥物？就是有红的壳、白肉、乌的籽的奶汁啦。好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